在《庆余年2》中，竟然有很多雪中悍刀行的演员，有人仅仅是客串，却十分的惊艳。裴南伟和曹长青让人眼前一亮。下面这8位，不知你认出了几个？第8位，王天辰。王天辰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饰演的是靖王世子，在故事中也开始追求起了范闲的妹妹范若若。而王天辰在《雪中》里跟张若昀也有点恩怨，《雪中》中他饰演的是靖安王世子，曾被徐凤年在船上扇了一巴掌，也怪不得说这一次李洪成是说什么也要迎娶范若若。也许两人之间确实是带有一些私下的恩怨，曾经靖安王世子受到的委屈，在靖王世子身份的时候都要夺回来。第7位，宣言。宣言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是替换了第1季的贺宗纬的演员。在春闱开始前，贺宗纬便打算投靠范闲换取官身，妥妥的3姓家奴了。而《雪中》里面，宣言还真成为了张若昀身边的一大帮手。他饰演的陈希亮被徐凤年看中，并且委以重任。不过，陈希亮和贺宗纬两人性格是截然不同，宣言也很好的拿捏住了两人的特点。估计不少的朋友都没将宣言认出来吧？不得不说，宣言也是名副其实的巨抛脸了。第6位，王建国。王建国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饰演的是老金头，虽然只是一个客串角色，却让不少的观众都将老金头记住了。出场短短几分钟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而在《雪中》里面，王建国和张若昀之间也同样是有搭戏的情节。他饰演的王灵泉便投效在北凉之下，甚至还打算让自己的女儿王初通跟徐凤年结亲，自己成为徐凤年的老丈人。不得不说，王灵泉的算盘打的是非常响亮，但也许是《雪中》算盘打得太响了，导致老金头下场非常的惨吧。三殿下跟我走得近，会更危险。你看啊，现在这朝堂上上下下，唯一能保护他的就只有你。第5位，隋俊波。隋俊波这位演员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，《庆余年2》里面饰演了宜贵嫔这个角色，甚至为大家带来了一顿暴揍儿子的经典场面，尤其是那一句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，更是让不少人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。而《雪中》里面，隋俊波饰演的就是裴南伟这个角色了。只是当时有不少人吐槽裴南伟形象不是很出彩，但时隔多年，宜贵嫔的出现却直接挽回了隋俊波的口碑，只能说宜贵嫔更适合隋俊波吧。第4位，王同辉。王同辉在《庆余年2》里面饰演的是礼部尚书郭征，一位合理利用规则来让自己进行合理贪污的人，即便是范闲也抓不住郭征的任何把柄。不过，王同辉在《雪中》里面所饰演的曹长青是江宁母亲的一位爱慕者，因为江宁的缘故，也多次出手相助范闲，甚至可以说，没有曹长青，徐凤年在进入北莽不久后就已经身死在异国他乡了。王同辉跟张若昀之间也算是有着很深的联系了，也许《雪中》第2季里面，曹长青跟徐凤年之间也会有更精彩的情节吧。第3位，于洋。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，于洋饰演的是林若甫，虽然是范闲的岳父，但是为了帮助范闲，也是尽心尽力，甚至告老还乡，也都是为了帮助范闲上位。岳父能做到这种地步，也算是非常出色了。而《雪中》的故事里面，于洋饰演的则是靖安王，跟徐凤年之间是非常不对付，但最终导致了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仅自己的媳妇儿送给了徐凤年，在外面劫杀徐凤年的时候，更是被李纯刚一剑而破。靖安王算计徐凤年的时候，怕是也没想到两人还是成为了亲家吧。我这个人吧，有个重要的品叫落井下石。你很有特色。第2位，刘端端。刘端端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饰演的是二皇子李承泽，跟范闲之间一直都是不对付的，甚至第2季的剧情里，两人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。即便是李承泽想要跟范闲和好，范闲也没有跟他讲和的可能性了。同样在《雪中》的故事里，刘端端饰演的赵凯身世跟范闲一样，两人都是私生子，但赵凯却跟范闲不同的是，想要坐上那个皇位，为了一己之私挑起天下大乱，这也就是赵凯必须要死的原因了。徐凤年想要的是天下和平，无论是北凉、黎阳还是北莽，都不再兴起战事。赵凯跟徐凤年之间也必然走不到一起。即便是赵凯的身世值得同情一番，但是所作所为却让人无法容忍的。毕竟徐骁辛苦多年，为的就是完成吴素的心愿，让这个天下不再有战事啊。第1位，张若昀。
张若昀虽然之前一直被大家称作张无二季，但庆余年第2季的到来也算是打破了这个称号了。第2季中，张若昀饰演的范闲，演技也比第1季更加的出彩了，形象上也更加出色。而雪中里面的徐凤年，如今却还没有迎来自己的第2季故事。现在据说庆余年3都已经在拍摄中了，雪中2却迟迟没有任何信息，是不是张若昀已经忘了还有徐凤年这个角色等待着他去演呢？其实徐凤年跟范闲这2个角色之间共同点还是非常多，比如2人都有无数老爹头底，徐凤年不仅有徐骁，还有邓太阿、曹长青等人，也许这就是身为主角的一种特点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